那地方下到啦哈。碗洗的好吗？还是有洗碗机。那你是每个礼拜有换一批新的碗这样？全部打烂的啊！小心哦。靠脸吃饭的往后退2步。我们还在主持，还有吗？有，我们女主持人唔点开的。爱做的吗？哇，好香哦！不能皮的活动是文明点天呢。烦我。妈妈煮的油盐很清好食嘞，对吧？张妈妈煮的。张妈妈，你有看这一集吗？懵错。而家起标的挑到标准是当上起标的，你要直接你的起标的系标准。咱马上用到了呀。有嘞，那有画面的啦，那有画面的，那种有比例吗？祖传爱做系随机。妈妈哪有在用什么比例的？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白跳。今日同發現呢，你來到新竹也到 V 嘅，可是我們要聊一件事情哦。老安啲今日參賽者組合當上秋，因為佢哋都係媽媽出來嘅了，那就不敢想到一件事情。其實媽媽哦身兼多職，你看她是家裡的長工，同時又要顧生意呢，真係冇簡單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黑個媽媽對別人煮飯，生意都會吵吵鬧鬧的吧？哎。 真的很辛苦，但爸爸也是一樣啦。前日報告就入家動身嘅新聞講，入家媽媽哦，佢煮出來佢本身哦，本單愛煮嘅係糖醋排骨，結果佢骨牙成哦，2-3分鐘倒轉來哦，結果變做乜啲麼？焦糖排骨，好像也很好吃意外的料理。對啊，冇中到。中國已經呢，媽媽動厲害，爸爸沒動厲害。啊，生下來呢，先來分享到今日兩位評審先生都是動厲害廚師，咩係當好嘅爸爸哦。之前來分享到嘅係阿牛馮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嘅，大家好。阿馮哥好，大家來分享好。李志亮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好，阿亮哥好。今日來分享到馮翠亞大 V 嘅媽媽同奶嘅 Q 下來，見咩係你嘅老朋友誒。馬上來分享到嘅係楊正志關牙哥。哇，阿姐又見面咧。大家好。好，大家都看見下攬出嚟一片，強壯係母子哦，來自新埔嘅林芝芝啦，李白線。 歡迎！好，我們現在看紅隊這邊呢，永成記之前 Q 年來嘅嘛，還係前年？凍到白咯，凍到白啦。但你之前係2萬年來咧？係來。哦，咁樣也係。太來。啊呢，大概多帶來啊呢嗬。我們過先來強調一下，人家就來自己做飯，做飯睇下都提供輕發展。你有冇嘅推薦好講好食好料嘅冇？準備9號飯團嗬，呢個調教係健身教練，興出動嗬，係。 依家飯團有紫米，有5谷米，也沖軟的飯團真好食。你看他躺到健身教練世界，該上鏡，你認為真的？哪有？冇動條。對，嘅意思係講，因為有機會顧到營養的部分，又唔講講會變皮，對不對？你是不是他的 VIP 客人啊？他是我教練的朋友啦，對不對？所以我都是這個吃他飯團，然後順便健身。 對，平常時沒有練身體，可是關鍵嗰個正業同貼片，我們家做料理的時候，將一片來講講呐。9號飯團，你睇下推薦。好，介下係竹北嘅部分，兩下係新埔嗬，我哋而家本身做嘅麻辣燙凍河血之外，我今日哦，喺個推薦就係河搞嘅素菜。我介紹係文山步道，就在看到，該氣候夠竹北啊、夠鐵啊、新埔啊，通往看得到。佢做在巷道，該降林巷道九華山甲巷道凍然度，係佢頭擺係古道啊，你也可以發本台自家魚凍醬、凍好料，分享大家魚料。我記得個筍紅哦，佢做在看到都像茶砧啊，還有頭擺係茶砧該古道，很有味道的一個古道。分享大家魚。兩組吼竹北到新埔全部有好高好學東西啊。冇錯，唔過呢，馬上就來看啦，大家都冇簡單哦，媽媽同奶嘅 Q 下來比賽，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 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 Q 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第一款地圖呢，兩組都會編出家嘅秘密武器哦。 我們榮珍姐呢，給懂厲害，因為呢，她的壓箱寶是非常多的。它不是壓箱寶，它是有百寶庫，超多。你們你帶來呀，係嘛該？不該，
泡菜，用真机请下西系嘛？係我請做誒，请下做诶。國家的泡菜米頭冇中央，這是蓉真的味道。要差不多幾球啊？去年去年呢？好，哎，你怎麼握那麼緊？我想我這是我們的。的。上高一下，今日用下嘅切下西嘅泡菜，我帶來嘅菜名都嘛計咧。福氣寶寶，福氣寶寶。好，那請問一下，在這料理有冇個特色？老太家講一下。我婆婆啊，哈。佢做嘅鹹滷哈，非常吸引我哈，來這邊做客哈。買個菜就唔是，我做佢啲泡菜、菜脯，我做好嘅，係做剛剛你成就當好少。不錯，永仁姐，你嘅直接就會因為泡菜這樣加落。係，炒，你看，這是真正的媒人在這。對啊，對。嗰時時節老阿婆叫我當泡菜啦，所以係泡菜要嗌老阿婆嘅回憶啊，係。好哦，好，喊卡豆嘅故事，等下做料理嘅時間聽聽講，好不好？風吹有心行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我看一下冷水的鸦片哦，其實可以穿的須知哦，某聲也是不有點像是破題了、泄梗了。嘿，最厲害嘅波卡就係麻辣燙帶。哇！挨老大家講吼，咩事就到節目檔哦，又學咯。哎，你要試帶下哈，又像是個中午啊，午餐也會訂你們家的。嘿，新夢真勁好學。新夢。因為你要特別的素材係多來咧。因為吼，你麻辣的東西冇引到板條強下煮啦。哦，新婦的特色係板條落去強下煮，哦，非常好食咯，大家都會試下。很合嗎？嘿，都好食。因為日本人選麻辣燙的須知道，講泡麵下多，凍粉下多。嘿，冇引用板條。你一下問一下白顯哦，讓媽媽強下講哦，點樣做個菜名按到馬街？麻辣燙板條。哇，準備好了，要成心夢。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。3、2、1，搶開始嘍！我哋開始做咯。這兩組呢都是超強實力派的。沒係都係 Andy 嘅好朋友誒。對，而且麻辣我們當好食，啊家下用真招講，也係家嘅青苔嘅媒人啊。用格散呢？所以我講啊，我嫁人啊，就聽我說啦。我什麼時候拒絕吃了？哦，也是。對呀。哦，一定還有什麼 key point 啦？來，我們問問看。哇，我超愛吃豆包哎！豆包，因為豆腐包它是很棒的蛋白來源。對。關眼狗，我看你這麼熟絡嘅處理食材，我大膽假設你是廚師嗎？沒，應該沒。我大膽假設，你們家有請廚師。用講哦。其實我知道他的職業，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建築師。哇，對不對？對，我是做空間規劃都跟大家知哦，基最高嘅學歷係台灣大學博士。我沒有講錯吧？對，好厲害哦！永珍姐，你全部會唔會教呢？嘅係幾愛托係，全部都係因為一個泡菜鉗的緣分啦。那我可以多吃一點嗎？泡菜鉗的緣分很深吶，而且我看佢前面切都當優秀哎。哎呀，很細哦。切下油的，等下好吃。而且我很少看到跟我們志榮哥一樣這麼會流汗的了。我大膽假設，對，他可能在冷氣間的時間還多。除了個頭包之外，我看今日食菜很凍豆哦。對，炒係個絞肉、個皮蛋、個你叫紅喜菇哎，對係。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哈。好，謝謝。好。哇，有見面呢！哇，天哪，我超愛，而且充電配夾不開麻辣，是香。超麻辣地板又加碼嘅東西嘛？暫時當中哦，對，主要最重要就是花椒要好，因為花椒才有那個麻的那個。對，一定要四川的大紅袍這個品種。用大紅袍嘛。對。挨老大家講，因為款機嘅麵哈，又像前幾集的某一個小弟弟嗎？哦，有誒。是我們的東提，是家嘅露台啦，吼。該榨菜有炒過係冇？係，我等下會炒榨菜，係撈啲薑下，係好。今日板條係多耐啊？板條係同好咧。那博軒，你平常時都點讀哈，就挺熟嗎？在店裡面。哦。有啊，有。都幫忙什麼？幫忙可能幫忙拿鍋子。
拿锅子，这很厉害哦。哦，生一个儿子这么乖，我很愿意耶。对他比较乖，而且感觉他是妈妈最好的帮手。对啊，妈妈不管说什么，他都能理解，而且很会帮我去完成。好棒哦！啊，弟弟会糖给他发吗？会啊。你要炒麻辣的时间，你麻辣桶已经做好了，啊，两片香会炒。第二个炒炸菜，第二炸菜呢是唔系香一冻起来是炸菜，如果香一唔会用花椒、辣椒该东西用来炒。台梯系用肉丝炒炸菜，该做到冇强融诶，该就不下走诶。其实客家人真的没有吃这么多料理，都有辣。今天就放辣一点，因为张伯谦不吃。好，可以放辣一点。这是叫例外，就是麻辣应该冻好些。哦，所以你要吃极端的那个肉片可以，要吃就吃最辣这样。但是他们有小面辣，但辣甜甜哦，他就香到妈。哦，有香啊。但是没有看过麻辣放榨菜的吧？对不对？也是有吗？因为我以为榨菜是配牛肉面呢。榨菜跟酸菜配牛肉面，所以配板条也很搭哦。那博轩你要片为做吗？该还要切肉片，好吗？该牛好台地，去切好细地掉，然后该麻辣强下，真的好棒哦！营养均衡，又牛又脆。发现你最好是阿妹做的嘛，该菜啊。番茄炒蛋哦，番茄。懂生也都会好吃tomato炒肉呢。对，酸酸甜甜的，小朋友很下饭。你要辣椒、发酵来超香，然后该榨菜，好，调酒一点通是走的嘞，配饭配粥，对，就很好吃了。而且它不用热，它就冷掉了也很好吃。冷的那种好吃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下给我都来哦。好，加油哦，加油！哇，很澎湃哦，很澎湃哈。用真正嘅唱歌一下，我較開從家講哦，有條媽媽比較顧生意嘅啊，又要做菜，整日都辛苦。冇很切差的哈。對啊，像條排骨按到生意呢，又要煮飯用幹啥？4個，3個啦，3個，對，3張啦，那個就叫幸福，看嘛？這是我們有子萬事足。對呀，哦，3個都會來了哈。全部來，錯，啊，你啊幸福寶寶，全部係材料係獨油。錯，有，雞頭皮粗，啲油咁樣嘅。我見弄身體之後用辦寶寶咯，對啊，爆起來咧。我冇爆起來，我只是煎起來。錯，用陣時唔可以幫人嚟表現一下嗎？係啊，一點都唔油呢。係啊。食落會嚇險嗎？哦，超香的，佢當個冰啦。係啦。咁你最好是媽媽那一出料理啊？薯條絲小凍好豆瓣魚啊，鱈魚的那種，或都是硬絲啊，對硬絲啊，好學就咪很聰明呢。真的耶。對啊。你也吃很多啊。我都是布兒。小魚乾啊。那這碗下到啦哈。碗洗的好嗎？還是有洗碗機。那你是每個禮拜有換一批新的碗這樣？全部打爛的啊。靠臉吃飯的往後退2步。我們還在主持，還有嗎？有，我們女主持人唔點貼的。這個部分有一些的像你，他把最基本的表強的料的啊。靠過當香，加啲皮多的。大家吃一些調油嘛，哈。你要有一些本來也表現可能嗎？來，空手交換。來，我們看一下建築師的炒菜，就是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，就是差不多，對不對？他現在用都更的手法來經行規個炒下去。你真的是金鐘主持人呢，福氣寶寶，這個很厲害。對啊，對，建築師就樣呢，他把原本的建材化腐朽為神奇。魔鬼係特種哈，很會連結啦。真嘅嚇，你看從小看到細來安會煮菜嘅。所以平常時豆腐卡讓雇傭的分工，馬上煮菜下到。應該這碗下到啦哈。碗洗得好嗎？還是有洗碗機。那你是每個禮拜有換一批新的碗這樣？全部打爛的啊。哦，這個一考察好。哎呦，你一片外好咧啊！係啊，唔啱片外好咧。聞香下嘛。你是有出來係。跟個向陽班。係同一下手，我向左並落去會
袂冇選硬培根係麼？咩？梗係豬肉。肉。喺看那個博軒啊，因食多鵝啊，咁厲害，係從細就訓練係也係。家係。因為驚佢會切到手哦。嘛，切到冚唪唥是點啊，其實切到數嘛？搞都唔會啦。搞嘅時間唔會啊。切到240唔會咧。尤姐嘅時間係因為老公做嘅麻辣上好食，有了給聽個嘉賓嗎？可以這麼說，是不是？對，可以這麼說。那本來係到中規改片又走中醫，對。所以他們這裡面有很多中藥材。你的天須容易是辣椒，中醫講濕氣好重啊，因為濕氣就地薄，食咗花椒去出汗，對脾胃動好。你食盤什麼浪食了咧？開胃啊！呢度係熱嘅，須知我是辣。其實一個是熱死啊。好，那我們差不多了。對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安妮就來倒數嘍。好。煙草馬上開始來倒算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咯。第一款優雅嘅秘密武器，哪一組較針對咧？第一款呢係睇下拿出來嘅秘密武器，家下喺你用整器有講到。含出來呢，可以講個太滿意。試出看下，我們這是富熙寶寶。不錯，好吃。哦，都好食。哎，我沒有想到，原來含出來攞在馬輪，還有蜜桃糖酸呢，好吃哎，很好吃。好吃，多好吃！你看關聯哥就知道，給他用牌。媽媽看到你吃東西，一定很有成就感。對啊，對，好好吃，而且香香。而且我有發現一件事情，永珍記做下廚料理，他也是為兒子做，因為這些都是高蛋白質的東西。哦，謝謝。對，健身用，對不對？對，我什麼來全部都注重營養。哦。而且我的東西大部分都吃自產的，吃食物不要吃食品。哦，是簡單的食物啦。對，它健康，所以咱們後來按聰明按呢。哎，炒，還很學起來，張伯謙。好，馬哥。我跟姐說，要吃原食物才會聰明。你就是吃太多加工品。但是我學買東西會變瘦，我就很認真。好，啊，咱隨去到叫做風水粽用辦咧。很好吃，凍香跟泡水很香，很好食。那個調皮窮下很好食。我來見講好好吃哦。係啊，其實食到兩下唔會聽呢，唔會聽下來。凍條。哪邊最好吃？都很好吃。哇，小朋友係唔會連音的哦，所以佢講係最食材的。係，用後續時間。再好吃，可能都沒有媽媽做的好吃，對不對？他有講了一下，隔一下。哦，所以你可能唔會連音啦，然後就完全攬出嚟一片麻辣燙板條。這個湯可以喝，對不對？這個板條。好，我喝喝看這個湯。麻辣愛鮮講哦，不但嘗試就辣，聽你愛麻辣香下，好食。呀吼，真係十分的香。稍微嘅炸串呢，因為佢係用嘅乾辣椒故意來炒過落花椒落去，不算佢真係係越炒越香。我覺得麻辣的重點就是你吃到它的香氣。所以米呢，溜溜一些麻麻誒，唔過呢又唔會不讓有都唔掉啊呢。哎，你的追調很好哎，還是你很餓？凍掉誒，要凍香啦，炸菜凍香哦，用麻嘅梅子哦，要冇凍辣，喺就凍好。凍好食。你香氣又辣哈，但是就唔係講太嗆人哦，對，非常香哎。你看，啲小朋友圈做呢些，係，韓國最厲害出。因為佢形容係板條非常容易熱梅，就是跟泡麵到豆腐那概念係相容嘅。啊，板條就好健康，係啊，個泡麵是蠻健康，個炸過蠻健康，板條是凍健康。係，個食到了後，個嘴唇啊，佢媽媽 BB，好爽快哦。哦，了後就要玩師傅來評分咯。緊張嘅時間馬上就要到了，先來請你七師傅搶分數。好，咱吹一分。等下玩兩個搶不分數。耶！吹一分，體育館平手。七師傅搶公平。哦，我摸本家紅隊其實凍大松，佢個豆皮有冇？哦，濺出到那個有點焦香味。我是到個經驗菜色，個泡水有加個皮蛋凍對味，凍好食，好食正餐問題哈。按我本家
蓝队吼，其实公司是跟麻辣酱，真正讲麻而不辣，跳到如何动火。好，我阿亮哥来讲听。先讲蓝水那边吼，因为俺本身较无实力，但是真的动向个动俯卧撑，俺吃到较大手就讲个半条的，可能方向就也一样的，个跳感无按球啦吼。所以俺现在风吹啦吼，然后风吹那边呢，该扑出来睁眼十分要，睁眼有办法看到一个好鹰眼啊，子孙孙，睁眼也魅力都存在了啊，所以俺现在风吹，谢谢。你有需要吗？你还有存那扑吹哦，我们都给你带回去啊，给你带回去啊，他很顾忌，我们都拿一点回去好了。好啊。好，体育馆呢係熱別熱，不過生下來看一下咁樣嘢。阿鳳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嚟啦睇自家分享咧。食材好料理，耶！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算是许愿成功了。韩國今日到節目當中經營4道冰淇淋嘅哦。哦喲，又可以到兩暗嘢嘅天氣咯。菜名係乜嘅咧？菜名係雜糧甜筒沙拉。甜筒，味道係白點金為來哈。啱啲呢。你最疼小朋友啦。我們做的是甜筒，啊，啲係雜糧嘛，哈，雜糧啲係糙米。哦，糙米咧又要先浸水，泡水大概8個小時，哈。8點鐘。啊，你等下落去泡，隨便都乜解。爆米花。你係紅藜麥，你差不多用水煮差不多10分鐘留起來，好。啊，你係玉米粒，成日水愛嘅，好。啊，你係馬鈴薯，吼，我哋先切的又要切的像安樣嘅都落去脆差不多15分鐘。哦，15分鐘。那個就是那個冰淇淋的基底嗎？嘿，也是安樣我等下安樣俾他而哈。哦，所以唔係整件冰淇淋哦。咩做沙拉安樣嘅哈。首先呢，我哋先來泡料好咧，先要。我覺得你要認真看咯，小心哦。靠臉吃飯的往後退2步。阿亮哥不為所動咯。阿亮哥，那可能一下就好咧吼。你要幫佢泡，油溫差唔多係180到190哈，你看。為什麼它不是像超商那個這麼冷靜？看了哈，你看，按東看又鬆麼？用馬鈴薯。好咧。馬鈴薯。等下會挑梅嗎？我等下有挑梅挑沙拉哈。哦。擺得也太漂亮了吧？對啊，要先擺好，因為擺上叫吹的時間一般就比較平均。好。那貼泡片沒合適。三樣嘅有啊。哇，我有密集恐懼症呢。我們還在主持。還有嗎？有，我們女主持人唔點睇咧。有一個上街爆米香油哈，啊，先沥油哈。哈佛就按到米腸係啊。米腸。好，我們其實吃糙米就好了。糙米哈，你要切落去咯，要食到上街巧克力脆片咁。哦。點點凍燒哦。真的很燙哎。我喺地北度它就水耶，不用瀝掉嗎？很燙哦，很燙。師傅，我沒有辦法幫你的。你不用怕，你不用。好。博軒有看過人家這種糙米拿來潑嗎？沒有。在家裡不要做這個哦。對，這個是危險。這個危險動作。那阿公有練過啊。哦，你阿有啊。阿公。叔有練過。哦，你好咧，是的呀，濃啊。這個我們博軒會耶。對呀。這個機器有名字嗎？以哪片賣啊？壓尼器啊。哦。壓尼器。壓尼器，那你不用哈。這個應該是在做土木工程的時候應該也有。土木工程。對啊。你還有嗎？萬年哥家裡面大概18萬個。可以用胖米做的嗎？胖米啊。胖米沒做的，紫米沒做的。馬鈴薯泥超好吃哎，對不對，博軒？哦。然後係沙拉。哦。用沙拉。就一般的沙拉去做的嘞。沙拉一般的沙拉是做的嘞，弄去攪啊。該放紅蘿蔔啊。紅蘿蔔做的嗎？紅蘿蔔沒做的啦。對啊。這水會較強啦。顏色。攪。其實這道菜吧，夏天時節凍好做，沒凍簡單啦。來紅藜麥。哇，正價口感。吃的又營養。哎呀。我曾經有看過人家用紅藜麥哈吼，攞啲牛奶一煮，用蒸的，就像電鍋裡面煮，很好吃。所以它會吸那個牛奶。對。哦，了解到佢攪拌拌呢。因為藜麥啊，其實對飽足感都會講啊，會凍喉誒。冠年哥有在健身，應該都知道。
哎，不要这么说，伯谦，你不也有在健身吗？大概是32年前的，2年前。好，上辈子的事。玩把布的哦，哈。把布的要。天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庭园造景吧？对啊，庭园造景，安走的吗？走的动将，嘿，动将哈。方哥永远没让我们失望过。方哥，你这个太夸张了。像你要痛惜的这温柔吗？用研究啊，好像冰淇淋哦。上加巧克力脆片已经冻好些。冻去。没昨天玩紧紧的巧克力脆片嘛？走对了，哈。你有搞吗？你要不要玩？啊，用研。好，来。看起来好赞哦。声音款都是动球。好，对呀。然后要咬。这你要吃的对不对？哎，他吃到哎。好抬掉哦。比较大颗。你送引进款。对呀，引进款。哇，它真的很漂亮哎。一定要 miss 哈。你要吃很多吗？当然啦。哦，对，有没有好玩？好厉害！哦，冲上鼓励一下。要记起来，那个是你的，对，要记起来哦。博轩今天有没有带姓名贴？给他贴一下。你的吗？用毒吸是没记得。爱做的咩？哇，好香哦！哎，不能皮的活动是文点天呢。哎，烦我。妈妈煮的油盐很清好食嘞，对吧？张妈妈煮的。张妈妈，你有看这一集吗？猛炒。我们新竹最棒的好男人呢。对。不用没有。第2名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你哦。北基哦，我是台北第1名。你台北。你走开。博轩弄得最漂亮。嘿，你自己看。有。告诉我一下，含带有这种黑胡椒粒没走的啦哦。走的。对，可是会一直甜到黑胡椒粒。好，安源246八。也有饼汤里的哈。来。好，么？该是芥末头是该来自于该沙拉的酱。算是马铃薯的原味喽。好甜控。好，来。杂粮甜筒沙拉。按钮就后 C 嘞。你节目当中呢，T100脆甜牙给有冰淇淋甜筒，鼓手抬起来，我们举杯好不好 ？Cheers！ 哦，好，大家有吃这口呢哦。哇！魔鬼个水当个饼的米肠啊，完全正确个口感，因为米肠紧咬的紧香，那个马铃薯的香气哦，是结合起来的。没错。而且给它口感呢，懂豆种编法，像个薯菜、米肠啊，还有那个红藜麦啊、包薯啊，全部有豆种的口感，这份好吃。而且呢，马铃薯又敢饮用，所以你吃东西不会有负担呐，很好吃哎。我放到冰箱里会变成冰淇淋吗？我问的这个问题会太有一点点，因为2个食材完全不同。跟你说，会变到变哪个沙拉？对啊，变冰沙拉。也许就喊开冲冰淇淋案，对不对？那就天气暗热后，你讲变箱还是有冻好，对不对？下凉嘿。对，感受之后不用变箱，你就给我拿出来吃。可是不能放冰库啦。不能放冰库。放冰库怎么刚可爱呢？讲到冰淇淋嘛，就听我们小朋友长出而且博轩也是开始用那个，他用冰淇淋的吃法，吃法完全是正统的吃法呢。给他转一片去。哇，这一轮凉拌。非常好吃。我们但讲好吃听哦，係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其实看小朋友学动是有一种疗愈感，真的比看你吃疗愈多了。我自己很疗愈，一路进去了嘞。非常好，你看我来时都冻粉起。係啊，上位工位，嘿。所以大转去不卡的时这都是吃看。嘿，就简单生意自家做咧，向下做。我做要用出来当铁皮啦，有营养，有健康，口感又当到中哈，有呀米肠的这个香味，哈，嗰个又有呀马铃薯，包括甜米和红藜麦的颗粒感，搭配下来十分好吃。不错，睇起来都是的时间，真的就懂 handful。因为呢，师傅没懂用心，因为他知道今天是什么母子的参赛者。本台气感呢有一种转多穷 CC 感哈，妈妈涂点生意呢可以买冰淇淋那种幸福感。不过头前一毕业，马上去了金行最贵米馆嘅挑战。百变料理网。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
亚冠唔但将係比美食，沒有比創意哦。到底乃吹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喎，一家之主Andy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各位觀眾朋友好，呢一罐主題嘅食材係很愛凍久，冇看到嘅減肥好朋友哦，柚子的甜粉來源到底係乜嘅咧？打開嚟俾大家看，番薯哦，番薯哦，哎呀，其實呢番薯我都姓咗呢一道吼，又凍到嘅素材又重，咁我最有名嘅就係姓咗聚普社區啊，哦，啲當年哦都12年時間，他們準備那種1000人控窯活動，哎呦！幾壯觀呢！真的，因為那個沒有那麼好蓋。係啊，所以番薯做啲做埋嘅料理，其實大家印象當中吼，回憶當中已經很多哦。而家做啲做介廣博嘅番薯，甜老漢就是好朋友。係啊，也可以搭配呀客家嘅鹹粽肉。哦，也切泡泡嘅一片片，我帶下鹹粽肉俾我上去烤。這一類米食就鹹甜嘅，我較好食。哇！大家對呀食材聽懂熟悉，有了做創意嘅變化，馬上嚟進行最不米館嘅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想好冇？番薯係嘅凍架上嘅料理啦，唔過又有創意，問大家想唔到，我哋看呢係風吹，將米係風吹帶來嘅菜名，哦，咁乜嘅？番薯鹹酸甜。番薯鹹酸甜。想教一下要有乜嘅特色啦，睇下小小透露一下。今日用嘅嗬鹹酸甜同嘅一般嘅冇同樣，酸係用自家做嘅梅嘅，個嗬檸檬嗬，所以講係冇用嘅乜處理掉用嘅酸，所以講全部係天然嘅米頭。係錯，係。這是我們榮珍姐做料理嘅時間一貫的原則，就是要吃原形食物，含家呢太部分都係自家種嘅哦。今後嘅東西最不米一關呢。拿出你的力氣，大聲跟大家說：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再看一下攬出的阿片哈，博軒今天要跟媽媽一起來做的番薯的變法，菜名按到馬街，事事如意。哎呦，事事行講係攞菜地嘅食材有相關哦。係認為新部誒個特產哈，你下農曆9月開始九降風趣。所以就起餅哦，嘿，推廣新部的活動是起餅，好，非常有營養，非常嘅健康嘅東西。不過起餅，因為那個番薯做得夾下咧，就是所有觀眾朋友你下非常期待咧，等下最尾熱關嘅哦。哦，博軒我台上的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蓄勢待發嘍。現場馬上開始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開始哦！我覺得啊，番薯哦，還有分它的品種，有一點有真給它甜，有一點有一些真的有吃澱粉質，感覺是比較高膜的，不完高。所以呢，這個會列入評選的一個嗎？因為這是贏在起跑點跟輸在起跑點的問題。未當重油啊！看一下幾條用埋嘅番薯品種誒。哦。這個番薯，它是不是有混到馬鈴薯啊？咁下拍聲。對啊。等下削皮哈，切到一條一條，下一鋪，鋪了以後等下一炒。鋪過之後就那去炒喎，有人聽嗎？炒一下咯。這麼的叫啦。係啦。番薯用鋪嘅就係日本台灣嘅好嘅夜市美食。係。我記得佢那裡做變化。一般來說，Andy 食到嘅係梅乾薯條，對，那個很好吃。Andy 嘛鹹酸啊，那嘛又酸啊。係啊，有意思啊。外份嘛又酸的呀，所以做個樣樣。鹹酸聽日本做埋料理下多啊，肉食的嘛。就是糖醋啊。對啊，就配肉，可是這個算素食的哦。哎，它有乾油啊，有乾油，一條一條用雞柳嗎？雞柳條。基本上我覺得鹹豆甜就是很好朋友。對，五味老番薯嘛，好朋友。對，五味番薯嘛，哈。對。雞柳嘅蒜哦，它沒用那個蒜絲，你們是用檸檬撈嘛？檸檬撈。唔係啊，應該即刻做。啱啱嗌即刻煎，啱啱。嗌做嘅妹。哇，好香哦。係啱。哎，不能皮的活動是滾點聽呢？哎，煩我。你係脆梅係嗎？煙梅，它有放紫蘇啊，係，它有老怪，有香味當挑。係，對，切挑也係切片。切挑。我媽媽當厲害啊！佢我咪看，哎你後船嘛，介撈講一下佢
差不多拄好手在变出来啊。好厉害哦！啊，亚伯卡三个兄弟强不还强容吗？没有，一天一人只能选一道。哦，礼拜天就是妈妈选。3菜1汤嘛。我买强容，所以妈妈都厉害啊。妈妈煮的油盐很清好食嘞，对吧？张妈妈煮的。张妈妈，你有看这一集吗？嘿，猛炒。好，等一下沟通再来了哈。好可爱哟！你不敢打扰是不是？太完美的画面了。对你离远一点，安全距离，打到安全距离。两个黑马个品种的番薯，苦力番薯系吗？嘿，苦力系嘛个？栗子番薯，好甜的吗？好甜，比较甜，好翁。它比较绵密啊。嘿，对，两片仅一种的品种，冇强种。对，可是我这边是要做甜点吗？还是？嘿，甜点。嘿，你看妈妈其实从小朋友出发点。先烤过吗？也系，用电锅蒸过。哦，所以该系碰通吗？系，你系碰通，系，你系太白粉，好，你系通粉。通粉哦，系，有没有走像雪一样的感觉？应该讲不用上去，因为起饼哈，它其实有试霜啊。对，试霜，挑白银后。谁须知它你会上顾的，唔敢选。嘿，那试霜吼，那声音粗。超白时候嘞，越白越好吃。嘿，该是动甜控的东西。不过你爱摸试霜，该是用糖粉，装饰一下用因嘿。那地方还有变卖的东西。我等下会用太白粉，用一点点通是做的嘞。嘿，博轩好快就上手了，摸其他的东西。不过做嘛个有较便宜粉啊。按用因等下好黏。做起来好酱，然后有拍放洋葱，对，然后塑形。想问一下，你就等下都在想要做买东西嘞？番薯爆起饼，番薯爆起饼，嘿，你摸不看起来是用起饼容，嘿，你看不出有番薯，你试落去就有番薯，有起饼，人家都跟我跟番薯的皮啊都有营养，你要不要把它吃掉？这是真的可以吃的，真的，单吃还真不好吃，就把它当成紫苏叶。要炸一下。好了，等一下沟通再来喽。好。哇，鸭咸口味是破的呀。对啊。我建议等一下就分成甜的跟咸的，胡椒粉跟干梅粉，直接上菜了。对，其实不用这样子就直接可以吃了。我不会破饭水时间係咪需要先過粉啊？嗰個要炒嘅幾要過粉嘅話，打溫鹽中啊，一件冇過粉啊，你打件炒會很清爽。你這是對比較清爽了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當好食啦。那粉呢，強度吼，嘅食落去就唔得出。有冇健康啊？對，冇健康。你一片會炒嘛嘅？你啊，應該有炒嘅。炒掉，管一下夠了。來，繼續讓他表現一下。炒。我們新竹最棒的好男人呢。對。第二名是誰？你知道嗎？北京哦。北基哦，我是台北第一名。你特別。你走開。跟你桃竹苗就走的嘞。而家起餅係挑到不用轉去，是當上起餅哦，係，你一直在啲起餅咧係不用轉。我哋馬上上到了呀！有嘞，那有畫面的啦，那有畫面的。那種有比例嗎？祖傳嗰時候係隨機。媽媽哪有在用什麼比例的？輕鬆有做冇啊？那個冠年哥。尬感啦，是尬感黑啊。尬感有做哦。那你的拿手菜是什麼？我的拿手菜炒面我還可以啦。炒面唔簡單呢。炒面冇咁簡單哦。你講起最強嘅食玩啊？好了，小像張博謙就不會。我們這4季以來，他不曾洗過一個碗。真的。有一次好像不知道為什麼說要幫忙洗碗，到現在還沒做哎。啊，很久了一件事。我都是做效果的。做效果哦。他就是靠一張嘴。蔣係先挑好咯喲，對，挑過就好。那蔣有比例嗎？祖傳嗰時候係隨機，唔係講一定要什麼比例，係嗎？適合自己的口味了。媽媽哪有在用什麼比例的？你們問的問題太外行了吧？對啊，媽媽大概看一個料理節目，說這個幾公克幾公克，他說誰理你？全部。我媽媽做嘅菜，你都學唔到，突出冇窮嘅。用具拿這，你哋一下吼，上期咧專研做過吼，就是讓你最神奇嘅水魚啊，也係最甘湯嘅水魚肉嘛。我買菜哈，全部貴價不轉去哈。
伊山拿钱包，伊山拿蓝莓，吼，爱煮点菜，安用现那都太幸福了。哦，今日卖菜，哦，马沙点菜，吼，安用卖，专以煮安用的菜，安用的。这一集真的不能给我妈妈看到，不然会被念。真的，张妈妈这集你要看3遍哦。对，没比较，没伤。这一段看3遍哈。好了，好嘞啊，对，火锅好像哦。哎，对，这个先。哦，等一下泡，然后将冰龙鱼炒差不多嘞。差不多嘞，哈。哎，胸部妞跟它某些入口哈。原味有一点点的香，哎，对，抓一样，对，抓一样，哎，对，这调味。这狗一款蓝没有，好，3口，好，谢谢。哇，还有用煎的哦。起饼简体了哈，哎呀，起饼在哪？里面。哇，里面哦。地图很吗？我爱用爆的时间，因为刚好就较便宜分呐，嘿，所以它粘性还够。嘿，好，我们3克咯，因为俩冻用那饭酥冻都水啊。哎，然后一如姐哈，给你形容了，应该係講栗子、苦力番薯，係貼皮就黏住呢。哎，按时到本来是说冻熊哈，哎，不是尬色，按是冻天空，原色。这像粉底溜有一些焦香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2面有一点点该擦一点点擦是做得嘞，莫通擦。哦。所以你好的时节，当本你有撒个糖粉的呀？一点点，系吗？系一点点。上落叶，个起饼的挑就冰转去，是冻上起饼的。冰转，像提挑，真紧的提挑。嘿，你是俩几个起饼的，系冰转。我马上想到了呀。有嘞，我有画面的啦，有画面的，非常有创意。嘿，饭酥到底怎么改？铺底的哈。这个是拿来做装饰用的，对，铺在底下的。番薯啥的？啥不？新鲜的番薯叶洗干净的，再等它待下用来是用加番薯。所以今天炒青菜是番薯叶这样。对，很有创意。现在已经闻到用心，对，改个米偷出来耶，像什么你知道吗？地瓜球的味道。哎，炒，对，你是喜欢很麻改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倒数了哈。天场马松奎是都生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会知识可能要最杯面一关的，因为你台湾的番薯变出来料理，来做较惨掉哦。番薯嘅料理做得有懂多种变化哦，唔但唱做的是甜的，今日做的拿来做鹹酸甜，要做得做精致嘅一個甜點，這樣知識可能風吹嘅。用蒸汽調嘅鹹酸甜整然當好食，又不加滷嘅味，好新呢。因為佢冇高粉，古熟嘅食起來唔會灼灼，當輕鬆啊呢。該蒜味，然後橄欖、滷二撈番薯，那種多層次口感。甜甜跟蜜頭啊，酸酸甜甜，該有點酸有點甜，凍開梅。哎，熱天時是咧凍好。有番薯球又甜粉嘛，又鹹的瓜又嗆出來，還有蓋牛又有牛，對，凍控甜凍全面啊！哈，哎，查個咧裡頭真緊厲害哈，看起來凍像起餅，個地背都還真緊又起餅哦，事事如意，夾夾來食看。哦，裡真緊哦，也因為蔚為風潮，太厲害了。這個不過也是蠻亞聽多工哎。啊，對啦，比較多工，可是加諾貝亞啊吼，今年是有一些種嘅番薯 Q 低度的這種料，而且跟用搭配呢，它的因為低度又有這種吃餅的口感，我不曾吃過，非常好吃。起餅係新埔的명產啊，哦，冇錯，凍絲啊，也凍好食。凍好食哈。我本來感覺講要甜的推甜的吼，我唔好食，可是佢有層次哦。對。哎，食起來凍。唔會呢個哈。你就食出來該碰通梅摩強龍。係啊，係，呢係。這種係甜係冇強龍嘅甜。係，呢係椴樹蜜，椴樹蜜是只有生長在東北哈爾濱那個地方才有。哇，所以它有濃稠度沒冇強龍。係，有特殊一種香味，係。真緊厲害係度，因為見到嘅主角具體實測表現到凍河，個地步都很加上菜體嘅提色。我師傅應用版評分咧，大家來看哦。無強嘅料理，無強嘅變化都當好食。先來搶阿鳳師傅搶分服輸。好，藍水一份，大家來換阿兩個搶分服輸。藍水兩份讓咧。我要講吼，其實兩片做到凍吼、清吼，是正常動用版嘅，佢該番薯撈該芋頭嘅麼？你學個高溫落去泡嘅時節，基本上個該皮有好酥脆。
是都好输啦。因为点是讲，甲鸡胸肉有可能是见果肉一点么是都有柴柴啊那因为做咧讲切薄片，切薄一点，是按个见果，直到落去煮食做的，本机甲末叶木头有始终。好，是正常原因。哦，阿俩蓝队哈，其实讲表现动好啦，佢该变到按用因的东西，俺没提100是多，佢该么个饭酥啊，然后该柿子搭配起来，动好些。阿亮哥，关于公平，风水那边爱做有些大蒜黑，鸡肉有较硬一些。你们都是吃软不吃硬哈。我因为土鸡也是这样，很硬，很好吃啊。以营养类来讲的话，本来我们应该所有营养供应初衷的就会。我还好哦，我非常喜欢。所以我还好。兰翠那边的话，因为也管迄八边嘛哦，八边啊做人家番薯，八边有时候怕做转移枪吃的同好，但是伊只建议啊，因为讲。规早米是还是只有甜甜的啦，吼，所以底部我建议可以用到起司啊，然后给吃的穷下包到底部，所以来要有一些咸，它唔会见食做迄甜甜的，安尼说话咪会较会食啦，吼。好啦，用足公司菜都懂后食，没有太大的悬殊差距。不过呢，来比赛最主要嘅系做得非常交流感情，马上出来颁奖嘞！好，今天比赛呢可以说是一个实力派的大决战了，因为两组都10分的厉害啦。啊，不过呢，风吹得到1分，蓝吹得到3分，先来恭喜蓝吹咯。蓝吹了摆是大挑命，恭喜得到3000块的加彩金，恭喜！我跟你说，你风吹的永贞记跟他讲啊，一送买来就当上爱包嘞。他特别问我说，明珠有没有粉红色的？但是他还有2儿子会再来。好。今分也送的也是意大利进口的太宝宝，恭喜你们！动态渣哦，我访问一下哦，你今日来宾之中吼最燃到的发现。谢谢妈妈带我来，然后谢谢妈妈来帮我弄一些我没办法做到的事情。下次还要来吗？好不好玩？问一下怡如姐跟那个儿子来一起搭档的感觉，黑马改老大家分享一下。非常的感谢哈，大家很辛苦啊，然后来一共下合力完成了学的东西，非常的欢喜，坦白哈，还有来参加。哦，新梦这样哈。恭喜蓝吹，3号人呢又可以下风吹咯。其实呢，根本有官员国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你发现到佢其實咩同我做菜，禮拜天拜天媽媽來啊，甘書用辦落睇下分享一下。媽媽真緊做菜當辛苦，感謝大家給你一機會來做呢個菜。工作人員很辛苦啊，就看大家哈，愛參加倡議安樣讓3、4點鐘就吃到。有熱有嘅話，你都走身體，都啱好安樣，就食菜又辛苦。謝謝你們，謝謝。恭喜，中共呢歡迎你過來參加哦。好，謝謝。恭喜各位觀眾朋友，喺個你看你節目過後，也很想要來到節目底度，用下來分享人嘅親子料理的話。歡迎你夾夾來哦！係啊，其實如上時候當到嘅感動嘅變到性感度，假使哦，你唔敢表達，咪做啲透過節目來表示你對阿妹嘅愛哦。歡迎大家夾夾報名參加比賽。一家之主等等你用下來啊，特別分享上係廿不卡嘅好米絲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